姐，你看，迄偌慢啊！因我念错，哪个时间开始的？颜值。碰到七毛按过，会当记起来，就因为看唔到伊偌慢，就踢的。对天人真团结、真合作的朋友，看起来动厉害。不过，迄丢丢的有车道，几只碰到就无救的。不过，明明看起来很好好，根本唔滴滴嘟、绵绵碌碌的。小铁啦。怡明姐，来做啲电影转来嘛？下课往前冲，直到人生密码街。上班一条走，相信自家无路用。无从就无风，当当当当。下下课中，当当当当，下上課中愛樂唔愛教錯，當當當當，莫強喐，當當當當，硬有的溫暖在心中。年前盼年梦。我送出去冲动，红天不迷茫，大爆了七家电起风，无偏唱无法，当当当当，下下课中，当当当当，下上课中错。错呀错，当当当当，下下课中，当当当当，下上课中，爱流洒在心中。And you kill my soul。宝宝，对不起哦，爸爸最近比较忙，所以呀，都忘了帮你把土给弄湿，是不是住得很不舒服啊？来，宝宝啊，你觉得我会是一个好爸爸吗？我会好好照顾你，给你所需要的一切吗？好啦，快好了啦。你
你呀，就快要变成锹形虫了，期待哦。希望你快快长大，只要能够每天陪在你身旁，就算要爸爸做什么，爸爸都愿意。喂，林大哥吗？我是冠强。上次你说的事情，我应该可以帮忙。好，老地方见。爱看天样冇？看天样。等等啊！怎么改啦？骂改。歹势啦。唔可以，姜下來。唔經意唔起講，我啲老師你哋哪聽？
唔讲嘅是这，我根本唔知我用个啥，唔过我好好想过诶，连个家庭梦，也希望一个生命诶，总反正。阿乔，阿强，我动强，我最近动强，我唔知敢做会到。做得啦，唔对生命诶爱有盼法，听做系个好阿妹。虽然阿爸动作就离开嘅，不过我有学习的对象哦。你看，大田鳖，大田鳖的雄虫会出于天性保护卵，只要有人要去伤害它卵，它就拼了命的反抗。我要它到森林里。就会大田鳖，就会鳖嫂。我真冇嘅咧，我真冇會買鳖嫂。我唔猜哦，鳖嫂，鳖嫂，鳖嫂，相信我，我係好做。按照你上班唔干呢，用个啥？咪富有報道上出名嘅昆蟲呢，學生嘅喜悅性又有新嘅部署誒，為到買自家屋企出產嘅盆塘，研發了一支昆蟲用的草，意外得到動態嘅回響，同許多小朋友嘅歡迎，同到家長想出來下載，促成親子發通新嘅風潮，將短短冇幾個日，點一日就超過10萬。以上係記者喺蒙寧村嘅報道。瑞辰，出名誒！哎呦，很香哦，啊！做乜嘅？蟲嚟嘅，綠草哦，哎呦，流行哦。冇啦，阿姨，就前幾日咧，啲個上用嚟買盆塘，上都不空爭氣啦。有連鎖超商看到蜜蜂體操公開聯名合作。迄個藝顯啲記條嘅點樣做宣傳，記條就先啦，3站嘅盆塘，啲點樣買嘅？姨姐，尹子寬，藝成功誒。傻批馬嘅，真開視聽。唔好唔記得，也係對夢想行到現實，你去點冇？竟然開好以後咧，我用個啥？用名路賣啊！我做啲搶工讀生，老我顧捧厝。哎呦，我嘅木水好哦，投資哦，按家的書轉來了。阿姨，唔認講哦，當好呢，看得出我係潛力股。唔用啥，一下哦，我搶唔到哦，教你我嘅聲音。唔使，我無閒無時間顧捧厝。錯哦，博士愛上網做研究，做啦。錯連太，勁咧，老我強下，比做醫生較好教哦。
之前我讲要踢草歌的，我咱 fit 你。不过，我还唔可以揀熱，做陣時啊。哎，好嘞，今晡日暗後日，嚟請大家哦，吃碰碰茶啊。哎呀，你这。松本，也係用廿50塊買的。我喺松本有夢想的人，希望做得用也接觸更較多廿夢想的用的。你說我呀，到底係乜個意思啊？係無愛我，還係啲嘅鼓勵我，希望我接較多嘅經豐業松本。李明姐，我拜託唔老我講，唔去法國以後，我還做對等唔？一件事情係想過的。咪咪，啊？叫，轉來去警察局啊！警察局？怎麼個？關上迄咩乜嘅保育類嘅蟲誒，本警察捉去誒。用咩呢？唔知啊，去。落去。好。陳冠強，冇想到你買蟲誒，還買保育類。後等研究計劃還冇正式開始，希望你後年時候就會幫你開檔啲嘛。阿邊個？你有困難，做啲形象啲慘上啊！你做乜解愛做犯法嘅事情啊？冠強，發生乜嘅事情？你講啊！目前歹勢老硬咪講，做啲老硬講啊！冇乜嘅事情啊，做唔到結嘅啊！我不想讀博士，我可以去買蟲嘅。冠強，我想清楚嘿。讀博士班係一直以來嘅夢想誒，用做得講唔讀就唔讀啊！小叔懷孕了，我可以留意結婚，然後生年嘅供下來。冠強，你有考慮清楚嗎？我係講，我當然祝福你哋啊，不過一種人生態勢，我知道行係老美好阿姨，還有阿年所參詳較好。我想我有一個我自家建立嘅家庭，一種事情唔是你本來意見。小屁強，你要擺非法賣保育類昆蟲嘅罰金要30萬呢，唔拿來嘅錢，還係愛美好阿姨留你出師傅。我想賭一條胎，結果我失敗，罰款我會慢慢還他。不過，我希望我要做得了解，我唔讀博士班嘅原因，因為我有本用。生年嘅愛向，做唔得老家嘅純屬。我要自食其力，扛起責任。
小比强，我去哪？哎，我会现在。我的暑假结束了。今天发的过变态昆虫资料，请各位同学预习。某些昆虫呢，从幼虫到结蛹这个阶段呢，会以拟蛹形态来过冬。第二排那2位正在拟蛹形态过冬的同学，就是你们，明年重修，知道吗？好了，暑假期间呢，想到厨虫公司去实习的，可以到办公室来找我。还有，今年参加木林村多样性昆虫新计划的同学，千万注意自己的安全。有任何的问题，请找你的危险学长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下课。学长，我们分类学期末要交500支标本，可以带我们去点灯吗？我最近在忙面试跟工作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时间。那你什么时候才会有空啊？我最近都没空不好意思。哦，学长，哇，呀哈会老年生脑的哦，给迄万年啦，新的你转股？唉，哪有人哦，做在人比，你转股元老。我讲过诶。我是用药的，这样是我唱迄本曲光性偏到昂巴，我老到唔系日头，结果行检一看，原来係 LED 省电灯泡。哦，木薯哦，有问题啊！我知道我去家动工啊。银烛之辉，岂能与日月争光呢？哎。哪有人讲去家迄日头啊？你用啥？鳌拜嘛。哎，先生，迄新鸡巴，我会天数诶。迄只鸡巴老眼有无关系？迄无，老眼天数啊，前只紫燕大白星天牛的标本，我寻唔到啦。巴黎几片黑的，我会老眼天数啊。你做得请两个文风学弟老眼天数啊？以后听说董兄都那样。啊，唔爱讲笑啊。哎，讲人多，你看。学妹，这是我们的店。没有人带你们去点灯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叫学长，也就是我带你们去点灯。有任何需求，随时打电话给我啊！谢谢，再见。谢谢。不会。Long time no see 啊！哎，多关照，多关照，多关照。做乜咁咩都老捱掉唔收啦？錯啊，係邊個？得唔驚聽喎？朋友多多呢，唔好意思哦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不跟你们联络啊，只不过为了赚奶粉钱，忙嘛。陈官长，做人诚恳一点，不想跟我们联络可以直说。那天发号码根本无关，要去表示，想接奶掉的天发。你喺个天涯要准冲，不过你们唔想打送任何时间，伫喺种无大无对的人际关系当中。
错。庆好从的本格派，也下3块1买从，但无办法接受。现在，唔正经做我入门的，送好去，等日读8点钟，也下过瘾的念电书的。因比个迄真心想做医生的。外款书，唔但像迄美度考试。若很想搞好调的，用的都叫念知识。哟，嘿嘿，来学长，转来嘿。要不要用问题哦？这么快工作1、2次？要用问题。爸，唔买按钮很矮啦，都奇怪。老爸，应该很黑吃都懂奇怪。念强的，用不有可能念到人爱着强健啊？错啊，爸，一定有迄清臭马的天数，好冇？唔要得话，当日老去念到强下，出干无迄问题。哎呦，爸，有你识吃呢哈。哎呦，你当然的呀，爱迄娘爸呢。读强上学校，又衰到强健，当日老爷呢个个强下，很爱独守空闺。爸，坦来讲，我一下迄样嘅合作，无想到也有见本人啊。哎呦，鸟个，人家返聘公司 interview 鸟个。哦，冇用的啦，面试官专门爱动刀，爱 M 出问题。你真根本成惯抢团队呀！你高估了自己，小看了对方啊！哎呦，看到就艰苦，那个玉汉蚂蚁啊，去法国土悄悄，我看是怕唔会转来的。爸，唔会啦，总有一日会转来，因为移民节还蛮本来答案。佢无本啊，应该无好结果的。要被种算恨转以言负责，等下牙膏糖豆，你做咩动向？啥来？你就去请张妈妈，客厅给淡定的凉鞋啊。一开始启泰哥呛老几坑数追踪病患，很嫌麻烦，结果忙有1年，做到按认真哦。快放假就去歌场，本来好多。一扎世界方，真正有动刀的人，是要专业的医疗协助。公心为上，听说迄启泰哥计划好的，有拉检查。你应该先问几张错啊？像个哪，人家很用的行强下的。也爱啊，真正当想傻傻做一条好医生，以后有时要念点书。
咔嚓！亚团热血宣言，我翕起来的。迄讲老冠强强用航片呢，我会用亚种相片让纠正来。航片呢？你买虫诶，就会航片呢嘿。你按好虫诶，你做得用虫诶穿起来，你慢慢。佢讲佢好虫诶，佢用买做地老虫诶当做商品，佢係珍貴嘅生命呢。什么样本来去做这些商品啊？希望医生也在行业慢慢赚钱呢。吊绳的第一步呢，要绑成这个样子呢，首先我们需要这个东西，叫做 Big Shot。有没有看到手上拿的这个东西？有。这叫做沙袋。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袋子里面之后呢，固定好，食指跟中指拉好这个帆，瞄准好你要的树干。之后呢，用你的手看着我的脚没有，踩弓箭步，然后呢蹲下来。要发射之前呢，喊一声 firing 就可以发射出去了。好。Firing！ 哇！哇！李明姐，好诶啦，一系列就某边呢。哪有？你看，我压哈不用吊绳诶。要不然哦，我用牙刷的紧绷压无，老键盘大哥放来的，伊含录一段 video 本来哦。不关，不关，不关。好了啦，许助教，现在上课时间呢。哎，好了，赶快分组，赶快练习一下，快点。好。OK。哎，学长。学妹。哎，大家好。哎，学长。陈冠强，你在干什么？哦，许瑞成，你今天带学弟妹来这边上课，有概念哦。哎，这里的虫很多，很棒。学长，谢谢你前几天带我们去点灯。对啊，很棒，谢谢。谢谢。你们都叫我学长，谢什么啊？哎，你们助教啊，第一次点灯呢，就是我带他去教他的啦。崇昌先生，不好意思哦，现在是我们上课时间，麻烦你把现请收完了就离开，不要影响我们教学。这也是开放的山区，任何人都可以来这里。我爱待哪就待哪，你管不着。学弟妹，请注意哦，昆虫是生命，不是商品。我们采集呢是为了学习，不是像某些人把它当做盈利的工具。学弟妹们，大家请注意啊！你们抓虫呢是为唐朗园的标本课的分数，而我抓虫啊只是为了工作。虽然大家的目的都不太一样，不过我们都是把虫当作等价兑换的商品，这本质上嘛没多大差别。当然有差别。标本课的作业要求，绝对禁止大量的捕捉单一、特定的昆虫种类。这是当年你带我们去采集时候的提醒。陈冠强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对待虫的，但请你不要用你的诡辩来混淆学弟妹的观念。今天的课到这边为止，包包拿了，跟我走。
学弟学妹再见啊！记得要找我啊！还是满口大道，唐朗职业。可以请你离学弟妹远一点吗？他们才进昆虫系，需要正确的观念。学姐，你是对俺按两条，咱们枪黑螺丝听听。阿年的时候就会对你无拉两条，你将会做出犯法的事情。老引用的，我冇给知。你真勁攞你看出來嘅，應該啲移動昆蟲陳冠強，總領導什麼？不是我是崇商先生，那昆虫呢跟你注意脑眼盘情代估，本期啲嘅咁好。黎明姐，你讲你做在转来做研究诶？嘘，喊忙客廳啦，我喺老骗你講哦，尤其喺徐瑞成，我小記希望一胎一什麼？迄講唔轉來，佢悄悄咧。上回董事忙做一個好爸爸，悄悄地發揮的神法沒聽聽的。再講講牙眉咩啲嘅啊？玉涵阿姨，研究好冇？佢講發揮把糖酒嘅，老黑發差唔多。佢喊狗嘅發揮的男朋友呢？真嘅？瑞成對去年戲事，小推廣場老同先生總一隻新的計劃，冇想到一隻計劃變做唔做得轉來嘅理由，佢總算好心有好報誒。臭tuổi太嘞？佢去圖書館很等佢下。哦。你用啥？第一個乜嘅？其實，阿年所講佢同相信，講同有研究嘅熱情，同適合做研究。我唔想讀博士，唔想做先生，我以後請喺上海留佢聽書聽。阿弟，唔同很對得神呵。唔是笑啦，高某一句誒，宇宙就會回饋你了。英太用會暗慢呐，我去請佢，唔得了。哎，灌肠金前你要做案太麻烦，你要逗留阿年所听书，注意一條事情。不過，有咩可以變嘅咩？明啲年聽錯會改變，不過上次誒，還係會本人，唔要用接受。有啲事情哦，係唔會變嘅。比如講，我係啲嘅等答案。乜嘅答案？就啲木農村陳冠強本警察嚟做這個案部，係乜嘢啊？唔記得了。唔記得咧。哪有案嘅啦？林姐。快些，慢慢到誒。安叫好冇？好啊。走 ，email 下研討會結束，你就會轉去嘅，有樣冇？走啊！要不轉來就會必到發表我嘅博士論文嘅階段性成果。快些。喂。嘿。李小竹。这个鸭子，谢谢，不会。不会痛吗？
做对吧？佳姐，小叔，有干长吗？是，英太，因为阿强无伫身边，我喊唔着拢甲使，就想到你有讲过，也仍然很不卡开的，故说张宝爷的命。李明姐，莫通阿强讲，你对法规章转来，歹势啦，伊转来就本事。应该喺我的飞色里，你可以后出门好好关心莫安样讲啦，又唔係唔對嘅問題。冠强都在爹怎么改啊？你有冇做点脾气？小竹的身体唔好，聽說冇辦法搞事誒。美當量之外，冠強聽說等你加班賺錢，當不靈氣醫院就冇辦法來，做嗎？我送拜對佢安惡，佢聽說多艱苦。移民姐，冇相干啦。不過，建議佢人哋見面了後，佢轉來的時節，心情已經冇買好。問佢咩唔講。我過來，等下再買等你拿。英姐，安子姐，移民姐，莫笑啦。我喺啲嘅想，冠強案好面子，唔但將會大家冇辦法相信佢，還連累到小組。係講佢做對冇案好面子，然後阿年說還有美好阿姨參詳，也下就唔是案辛苦，小組咪冇人照顧。先生，你做乜？我要60年啊！唔係啦。有啲嘅老先生講小組嘅情形。呀，係乜㗎？分事故。呀，係用我送本年嘅設置，咋得哦？37。因為我想等入答案，故所。我到禮拜就執一執，到禮拜就等入答案。也表示離開我37禮拜。唔過佢冇馬槍本事故誒，應該係。天呀，我開始誒，你啊？乜個天呀？唔記得咧，唉，先林張講啊。吳姐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張歹勢，我本事本叫的。唔怕，可能出來。來，來。
长，大同科的备课笔记，你全部留等了。系啊，高数22年呢，我人生轻重要嘅资产，真处理啊！哇！关强也是当上他们报官也给锁死，若是答应佢，连佢博士班毕业就本佢，也看起来恐怕係冇機會咧。撩一下，撩一下。哦，含巧又热，又粗胖胖的，头摆血胖的，嘛无含巧的。哎呀，阿顺姑，中秋啊，专门买葡萄。妈，不唔出嚟，挨到捧厝哦，全部卖呛呛的。哎呦，哎。點解佢奇奇怪怪嘅蟲？德國肺炎啊，本來記啦叫 Medica， 就係眼鏡啊，粗得狗眼啊！無中秋安尼哦，迄老嘅臭馬高數嘅翻物搶過來，愛聽啊，又唔係陳冠強。唔講係真嘅希望哦。冠強老先生哦，真勁做啲功課。哎，等下莫亂講法啊！我和陳冠強天數做實驗大白新天鳥。林太，切莫攀法解決全部嘅事情，唔好俾一件事情發生。根本以來可以險記，所以好甲老先生講清楚。好，各憑本事。马给事情啊！我会做阿爸，当然我会玩菜。我想，根本路線喺度講神啲嘅。唔對，我老捱買蟲誒。捱掉冇誒。錯馬嘅跨國合作案底杯是有紫燕大白新天牛，那上面有冇？那就亂買啊！我聽說做啲做人哋長期合作一點。陳文祥，我先講哦，根本來。我最好甲老先生講清楚。莫通夾吧，錯馬嘅個性沒底啊，越加越好。陳文祥，還記得開下啲都係備課筆記嘛？其中上老師是搞本嘅。我想，唔過來後，其實就冇法講誒。好啦，今年過後，你估聽大家你買創一本啊？陳文祥。真係好夠啦！等下，563，來整理一下哈。條知道，一下冇拍拍休假。骨瘦秋老臭馬誒，向他關心我，首開先例，拿研究經費跟從商買蟲。阿年獸，因為有可能做這種事情啊。唔姐，用袂滴啊？嘉晴講，我着滴啊。我本來迄想愛簽公文，無想到我着要走來，我去買錯。
金姐，事情很凶的案件，你先坐下来啊。唔对，含迄穷样，自以为是啊。杨恩泰，你很享受施舍我的优越感哈，利用你的特权帮我老婆转病房，又拿钱给我买虫，干脆啊，拿钱砸在我脸上比较快。陈冠强，太家出啲嘅讨论上判法了，你讲要重罚？许瑞成，你大四了，大四了哎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爱做白日梦，拖别人下水，管别人闲事，却一直不敢面对自己人生毫无目标的事实。没难怪佢唔安。你讲啦嘛？哎，讲唔错嘿，学姐。唔敢讲也唔系，你不表态嘅原因。莫插佢啊！阿爹，我以後唔會再參笨我啦。论文发表的时间会到的，我一请你姐。搞什么鬼啊？先生，差不多哎。哦，一鸣啊，做好事嘞！等公文送出去，你就做得了，转来台湾做研究嘞。安尼说，安子说。我安尼讲啊，一鸣啊，我把安泰嘅精神留下来，真经去比到许月成啊。冠强讲佢冇目标，把个事情做一次。几年的帮忙，天天身边的你，其实佢真经冇讲唔错。等等佢，却唔是上过乐团的惩罚。那可能，佢话的，像喺只设置厅。如果係一筆轉來，喺呢度本記一隻答案。繼續嘅天，我垃圾接雜車，個人決定，出本一張警方嘅變作人嘅重點，你唱明日較嚴條問。謝明，係講嘅樣子，幫我談戀愛就好誒。这样，同意？同意啊。两沙山的春叶了。